写给了。喂，他举了，到时候就不行了。那咱们不能当用的吧？是吧？有咱们这个单子，是吧？有咱们这个单子，咱们这你把些书稿发给我，是吧？不是的，哎，要不然现在这60分都没咋的，那咱们这个打定的，我就。他对了，大事情，看着你飞机有什么了，你给他们这个人，哦，我们大家去。